透过华山基金会的牵线，台南市议长郭信良9号上午前往客家区林德里来关心单身长者的现况，发现阿公住伫咧真矮的1楼，而且嘛无厨房，只有角落用电锅加雅士炉来煮饭，而且嘛无眠床，平常时的坐倒拢伫一张椅仔。因此，基金会甲议会嘛特别捐赠一张眠床甲慰问金，希望改善长者的生活。透过华山基金会的注意的一个户人家呢，因为是社会边缘人，那长期呢中风卧病在床，2个老人家呢环境也居住的不是很 OK 了，那就一些的志工台南市议会闻讯以后因为要过年了来这边呢将那房间呢打扫环境，整个整理清洁，致上一些慰问金，希望他们能够快快乐乐过年。我们需要社会大众对这些弱势或者是社会边缘人，希望能够加以重视，让他们感觉到社会有温暖。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维持这个社会的祥和。议长表示，单身阿公平时甲阿姐住做伙，高龄85岁阿姐爱照顾78岁倒伫门床的弟弟，敢若是维持日常的生活就真困难，更加莫讲是摒扫环境。因此，华山基金会甲议会人员嘛加入1天的志工，帮助单身者弟仔来摒扫环境，准备来过好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